听到吗？听得到吗？哎，听到。你今天有看到节目吗？有，我在看啊。所以你觉得今天你给我们一个分享是？我说那个刚开始那个开头那个 MV 真的是蛮屌的，蛮夸张的，很酷，对不对？可以搞成那个蛮另类的、蛮现代的感觉啊。像我可以跳成这样子。你觉得是很好，对不对？很厉害啊。对，所以你会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要创造更多这样子的东西出来。对啊，最好我想应该现在的原住民的那个发展，就可能就像昨天一样，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了，不会像以前旧的那种旧时代的那个方向一样。对，你看我们的扣印观众有连接，跟昨天一样，还有时代性，还要连接这样。好，达利玛。对啊。今天在现场有很多10几岁的年轻人。喂。信号不好。哦，你在哪里了哦？好，达利玛。哎。达利玛，不要用手机打好不好？都兰阿美族的阿基鲁比先生在线上。喂。喂。阿基鲁比吗？嗨。嗨，你好。你好。好，通关预备，来。8点打给我，在这了。呀哦，好，阿基鲁比是嘎嘎哈。对。是很高兴你今天call in进来，来，我相信一定有一段话要对我们的这个港王爱国娃娃哈，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他是我爸爸。啊，你爸爸？属命的爸爸吗？爸爸。喂。爱好爸基。哈。是属命的爸爸吗？爸爸。听到了。有听到吗？来好，好高兴哦！属命的爸爸call in进来，就是演讲的那个吗？对啊。听到了。对，爸爸。来好。哎，你好。你回来了哈？啊。爸爸耳朵不太好。耳朵不太好。好。来好，你好。你好，爸爸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昨天回来。昨天回来是不是？来好。哎，爸爸，有没有什么话？Sanu Amisan。喂。对。Sanu Amisan 在教。Sanu Amisan。哎。这个事实上，现在原住民的年轻人应该在尊老敬贤这一方面，就是民国受多么的真爱，这个要加强的。事实上，现在经过我们这个石命先生训练的这些巴卡罗奈大家都很优秀了。总是我感觉上所看到的就是在尊老敬贤这一方面因为这个尊老敬贤是我们原住民很优秀的传统才对啊。结果因为受到时代的这个影响现在对这个尊老敬贤好像有一点比较疏忽了。所以署名你在这方面在训练巴卡罗奈的时候就加强一点啦，我们要加油哦！阿赖，谢谢妈妈，谢谢你，谢谢你会。爸爸真的是，爸爸是你的就是母语的老师，对不对？也是你文化的那个指导者，真的很重要。有没有听到巴卡隆爱？你们有没有尊老敬贤？有哈，有吗？有啊。好，我们一起带这个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其实呢，巴卡隆爱其实的训练，因为都兰部落是靠海，对不对？其实，在海边有很多的训练，对不对？我们一起带所有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巴卡隆爱的时候的年轻人呢，我们的这个港巴了，对不对？年轻人他们在海边的训练的照片长什么样子？一起来看一下。哇哦！就是在山上先搭我们的那个打螺岸。要先搭打螺岸。对，要休息的地方。要先休息。对。所以训练不是只有在海边，在山上也要。山上自己吃、自己用、自己煮。这个是起锅子的一种吗？洗锅子就50几个人自己吃一锅自己煮好不好吃都自己煮。好认真哦。然后这是叶桃叶，然后女生要做编织的材料。对。然后男生的话在山上有时候累了，就在山上随便休息。就是洗澡也是都在山上。
哎，真的是军事化的训练。哎，突然部落的人都那么壮吗？还是你们有特别挑过？也太壮了，有没有？青少年哎。然后拿刀子。哎，这个是很重要的技能，因为大家要那个就是削那个竹子，对不对？要做竹杯。每个年轻人都要练习。都要练习。因为现在比较少有机会拿到刀子，我觉得年轻人很少使用这个工具。大家要注意，不打高子，在山上这些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对，自己自生自灭，自生自灭，对不对？然后吃东西也是，像女孩子她就自己去海边米兹 Q， 这是女孩子在米兹 Q 的情形。哇！然后男生的话，在海边的话，就是一些海上的技能的训练，海上也有技能训练是？也有啊，唱歌也有在海边唱歌，然后刚好碰到苏爸爸、苏阿公来看我。哦。所以他也来感觉一下什么是阿美族，对不对？因为他有一个嘎拉夫是阿美族的哈。对啊。对。哎，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干嘛的？江志明。这个主办单位为什么会放这一张？因为我们要让人家知道说，训练阿美族男生的训练就是要这样，对不对？这个也是在海边。对，在海边，他们要摔跤。要摔跤。摔跤。摔跤也是在传统的训练的技能，对不对？就是尤其是要升上来那一点，他们还要跟哥哥摔。哦，这张真的天地为伍，有没有？原住民的青年就是要这样，天地为伍。海边要这样摔，要跟哥哥摔哦。要跟长一辈的摔。对，就是要证明他们已经可以成人了，要可以跟哥哥可以摔跤，所以他们今年要成年的时候就要跟哥哥摔跤。哇塞，这个是全部都在海边训练的样子，有没有？给太阳晒，有没有？然后不管是怎么样，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斯巴达训练式的。然后这他们的餐具啊，吃饭的东西都完全没有卫生筷。都完全没有卫生筷，对，要用原始的餐具这样吃饭。是原始的餐具。哇塞，我们先问一下，扎基，你认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最让你觉得最辛苦，但是也觉得最有价值的那个训练的项目是什么？训练项目就是，怎么讲？很多哎。比如呢？比如说就是老人家叫你，就是做一些很勤劳的事情啊，你不能去反抗。哦，服从，你就讲的是服从，对不对？比如说他曾经叫你去做过那个你不想去，很累的工作，跑很远的地方，一定要答应，要不然你不答应，到时候就被上一阶级骂，对骂你就会被骂到臭头。对，你认为最重要的是服从，就是老人家怎么叫你，你就是要去做，就是一定要做到的。哦，那个萨弗洛，你们觉得呢？最累的有没有？就是跑步吧。跑步，对。我们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巴卡隆汉的训练，男生呢没有别的事情，就是一直跑，一直跑，跑山上，跑下来，跑坟墓，跑哪里，就是一直要跑来跑去，对不对？要训练，对不对？所以你真的觉得跑最累的时候是在那个丰年祭之前的训练。跑到快虚脱了，还有敬酒那些。敬酒也是，因为他们不喝的话，他们就会一直叫你去后面这样，一直叫你再重来一次，你就是一直要顺服，所以你就是花劳力、耐力、服从就对了，对不对？今天的巴卡隆爱呢，在现场要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这个阿美族的部落的青少年的巴卡隆爱年龄阶级之前的训练，我们会带大家看得更多的精彩。待会还有更精彩的，希望大家能够踊跃call in进来鼓励一下我们的原住民的青少年0263398989。再一次提醒我们的通关密语是8点打给我。打一责任，跟我们学一下这是阿美族的加油的意思哈，希望大家能够踊跃call in进来。休息一下，回来撒一责任带给我们精彩的8点打给我。